各位乡亲啊，来看古早的 AI，就是用米罗啊来算修行好歹。博米罗啊，一个看到这个米罗啊徛咧，大家拢真欢喜，因为这代表着作物会丰收。另外也是米罗啊倒咧，代表半收，那卡起来代表会欠收。我在种网式小黄瓜啊，我今天来这里问那个小黄瓜种植的月份好不好？啊，刚才我挖出来是好的。博米罗啊问农师，这是婚姻论杯。水面头社区当年元宵拢会举办的传统活动，是全台真罕见的农事卜卦仪式。县政府表示讲，将会透过文化资产保存方式，协助推广，让这个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扬。我觉得能够保持过去传统的这种农村的信仰，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，有意义的历史文化的活动啊，能够继续给予在传承。希望透过中央甲地方合作，将婚姻特别的客家元宵习俗推向全国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